乡亲啊，台北市的公车即卖会当看到车长哦，是甲车长改名改做兴安天赛，负责伫咧车顶放送，提醒乘客已经到站，嘛帮助行动无方便的乘客就落车，也阁有要落车嘛回到以前用右锁的，乘客讲感觉真温暖。看到到站落车的右的手帕，经典的画面歌舞。各位乘客您好，现在人数比较众多，那麻烦那个手要扶好，坐好哦。真久无看到公车车长穿蓝色的制服，戴蓝色的车长帽帕，坐伫咧公车上美丽风景，伫咧车。下车请注意后方缆车，小心哦。共结合公公司。好，稍等我一下。你自己有经历过有车长的时候吗？我没有经历过有车长的，但是我有拉过这个下车铃，然后这个下车铃之后好像还有压条的那种。对，我们驾驶就是很辛苦，所以就希望借由行安天使的协助，能够让他在行车安全这一块能够帮他注意到。是驾驶的合作手，嘛担心为乘客服务。有公车客运业者来打造过去古早的旧车厢，车长回归亲自行安天赛。像你们是要到三星问路靠水水会当吹起，行动无便利嘛合理加载会当吹起。我小学时候有做过，小学回忆重现，很温馨。有点儿时的回忆。现在老龄化的社会啊，有他们来帮助啊，一个很好的方案。轮椅的，看刚刚走路比较不稳的，非常好。目前车长随车的公车班次，透早下晡各一班。台湾车长伫1950到70年代上兴盛，自动化设备普遍化了后，90年代就走入历史。业者甲公车打造过往的回忆，互济济民众想起少年囡仔时，烧了温暖的记忆，随一场心欢喜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